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暝咱来读王雪红老师的第二本册，咱来读读。王雪红老师是我咧唱歌，第二本咱来读读，第三本是R O L U 吼，歹势我 R O L U 我无未摕到手，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你去迄个队。YouTube 应该找到，然后我来打一个算连结，这是当然网站顶悬，你拍关键字应该就使找到，真侪所在有伫咧卖这本册嘛。这本册我无确定，洪秀荣老师这本册真感觉有底买，应该是有吧，因为。咱来读读，我手头这是第三刷，我无确定伊后壁有第四刷啦啥，我毋知影。因为最近可比讲，小王子卖到18000本，烈火闪是第9刷，头前7刷是25000本。其他的大文册我无听到有搁较侪刷的。当然，即摆哪来哪侪，敢有哪来哪侪？声音可能哪来哪大啦，数量敢有真正遐尼侪，毋知影，因为迄牵涉着到底去倒位消费，去倒位看到，敢我都小长头会使帮着安尼。所以我顶悬带即个连结是，这是博客来我袂记食，反正就是王秀荣老师即个咱来读读第二本册，因为是7月下旬，即个是7月下旬，教育部有一个认证考试。目前教育部是自2023年开始的款吧，一年2届。2023，敢若是2022，敢若一届的款了尔。还是2届，我袂记起啦。好，迄阵2020开始，我可能敢若拢进去考一届尔，尾后再来考2届。所以。拢是拍算伫咧考试迄个日的进前迄个日，原则上是期待月初啦。毋过就是顶一阵仔伫读迄个1980即个台湾版的小说，所以就甲伊读到煞。因为教育部的考试是7月5日6。当然有的朋友伊想要参加成大，听讲今年是11月款吧。因为成大嘛是敢若2届，伊敢若是春季和秋季，所以目前台湾这种针对台语考试的，就是教育部和成大。其他目前无，未来会有无？听讲教育部的认证考试已经扩展到去美国遐去啊，因为迄个啥，敢是 Princeton 条。美国有一个大学已经开台语课开超过30年啊，所以伫咧海外嘛是有人伫咧学台语，只是遐学台语的人敢有侪到讲某物所在，还是某物单位，还是某物组织有要开设台语课。可比讲顶2个日仔吧，应该是吧？至少是今年应该是伫法国巴黎有开台语课。我当学台语文的时阵，正式学台语文，然后才听到消息，看到消息，我无看到文本啦。就讲全世界有伫咧讲台语这个语言的人口数，当然，各所在甲伊称呼做啥物名，迄可能是有足侪考虑的啦吼。可比讲，菲律宾甲伊号做咱人话。马来西亚、新加坡讲互做福建话，当然有一寡所在因的什物泉州、漳州，甚至汕头吼，还是什物潮汕，我袂记起啦。因为这个语言的腔口其实毋是单一，不哩济所以原则上会使互相听有诶遐人口数，有人是讲差不多6500万至8300万。台湾就勉强可能算2000万听有，因为2023年所做的
统计结果是讲有960万人是伫咧使用即个语言，或者是甲台语即个语言当做主要使用语言。啊，不管反正要讲的就是讲台语即个语言，伫全世界来讲，应该是1000万人数的使用人口数。啊，只是对台湾人，对台湾本地人，可能有一寡人毋是有真正确的认捌。即个部分是，我是安尼想啦。阮台语人，歹势，请用阮话来讲，阮台语人爱继续努力拍拼。啊，当然，一直到目前为止，若准讲毋是自细汉就讲台语的人，伊可能会阮甲咱分袂清楚，阮甲咱分袂清楚。迄个2019啊，2020，我袂记着，还是搁较早进前，伊是自称号做爆米香的米香华，伊敢若5岁进前有伫咧讲台语，抑毋过一进入体制学校了后，就无咧讲啦，一直到20几岁，甚至伊原来嘛捌去 Australia 做迄个啥，票价做线工的迄种少年人做的代志，啊，然后伊才毕业觉醒就对了。所以伊当开始甲台语学倒转来时阵，原来嘛分袂清楚讲迄个阮甲咱的前差是啥啊，所以。有兴趣应该是你去教育部字书店应该是找得到。我嘛分享一寡目前网络顶会使找到的资料资源。当然，我先带是即个合作，有2个资料你会使配合使用的是，一个是讲台语当着时，一个是教育部的迄个拼音教学网。若准讲你对罗马字无够熟悉，或者是当才想要学。当然有材料听到这，其实你的台语应该是有一定的水准啦。啊，只是在过去无迄个机会，通好用台语来其他知识这条代志是，咱台湾人就来讲，咱台湾人爱继续努力拍拼的所在啦。所以我伫确认台这几条，拢是一寡会使增加，会使互你加寡。台语能力还是知识的网链还是网站哦，当然，资源算袂少，只是有当阵啊，可能爱知捌通去敲吹哦。迄个台语有一句话讲啥？吹路咧吹你啊，路咧鼻仔下骹。为什么路咧鼻仔下骹？啊，开吹门啊，开吹门就有啊，尤其不了侪人拢有迄个做啥，亲身感受到的嘛，对无？台湾上美的风景是人嘛，就是讲你只要讲出一寡你的需要，不管你是本地人、外国人，其实听到的人拢不了愿意来，怎讲？提供帮助协助嘛。大部分人拢是有好心的啦，啊，虽讲一较无顺哦，当阵啊无小心的，个啥？好心做歹代，这可能爱个另外一回事啊。好，我伫顶一届伫咧读黄秀荣老师的，咱来读这个文章是今年3月吧，就迄阵考试进前啊，所以迄阵敢若读到第56篇，因为黄秀荣老师这本册总共共是80篇，伊等于是看起来甲伊当做互中学生做。参考资料，或者是要直接摕来读，嘛是真好诶。尤其即几年啊，大部分的台文册拢有纸本，或者是纸本形式的电子册，然后佫会教声音档。目前我所接触到的，就是除了1980，也无电子册，也无声音档，甚至无注解。啊，目前为止。差不多，我手头有过我手的台文册，拢这3项至少1项。迄3项是啥？有声册、注解，那个啥？电子册。哦，电子册甲有声册是无共款的形式。虽然讲伊原来用电子的形式来呈现嘛，吼，也是存在，不过就是无共款嘛。啊，注解你个免讲，差不多目前的台文册，敢若当中有，可比讲伫火闪是有纸本的。有电子的，佮加有声册，伊家己读的，然后每一首诗，有诶后壁佮会加一寡说明，吼，迄个
有一本叫做《毒品人》，伊嘛是有注解啊，敢若无有啥册，啥，所以差不多这几年啊，这20年来有一寡册拢会出有声版的，啊，然后这5年、10年吧，敢有到10年，可能无。5年进前一寡台湾册，一年可能无几本啊。这几年啊，电视上顶简单统计过，2024进前，一年拢无到100本。2025我无看到资料，我毋知影。2026到现主时，用台文写的50本也无，我毋知影。啊，当然有一寡物件，伫咧讲台语的代志的时阵，伊原来嘛，国母理长爱用中文来写，搁要讲大一心的台语现象，伊真不幸，伊就是爱用中文写。这时间对台湾人来讲是，原来嘛是咱台湾人爱继续去努力拍拼的所在啦吼。好，安尼3年嘛来啊，反正我主要是算讲咱这个黄秀老师这本咱来读读，让过了月日嘛，3月到单嘛，所以等于是3月日吼，所以咱就来读起安尼。好，啊，大家看边我毋知恁有这本册无啦吼，因为我伫确认是毋呾，你会使去网络借册啦，因为王秀老师这本有电子册嘛，所以敢若有电子册，其实你若无方便买册，也是对实体册较无遐有趣味，然后你想要有电子册，我会记有一寡所在，有一寡图书馆，伊有电子册通好借，所以我搭咧确认这条是有一个人甲所有的图书馆的一寡基本资料拢甲捡做一伙，较免讲你为着要找一本册，找甲读5面去安尼。然后我搁搭一条，应该是今年文化部有伫咧鼓励大家借电子册吧，应该是啥物海瑞的哟。然后敢若搁，我记得，因为今年文化部针对这个读册这条代志，敢若有落袂少资金的款，所以除了海瑞的哟，这个是共一个连结啊。迄阵我敢若是用无共的说明的款，敢若是。好，我会记得这像，伤久无来，我就袂记名。吼 ，Tina， 我无确定了，歹势吼。那伫讲常客啊，我大概确认就是你若有兴趣，有方便款式，你听我去借电子册啦。若算讲你无纸本册，甚至有可能无伫咧台湾咯，我无确定。好，安尼准入来煞溜去，不管好，来，咱就来读57篇气象报道。哦，伊气象报道，我就讲王秀老师这个册原则上拢是差不多，算700至750字吧。就是伊为着要，拢有去投稿还是啥物货？因为这本册诶，为什么这本册？为什么咱来读到这本册是不了侪人去甲王秀老师问讲啊，老师你写甲遮尔侪文章，着拢线页页，毋知线去倒去，啊，敢是QQ 积极诶吼？讲做一本册要读较好读安尼，因为一寡人。可比讲要去参加字音字形、朗读，啊个啥？什么作品？今年敢若增加作文的款，啊，所以甚至要训练学生囡仔的时阵，有一寡人伊伫学校教台语，啊要教学生囡仔训练，找无资料，还是找无，我毋知反正就是甲王秀老师这本册摕出来做啥？闭关了。所以咱就来读了哈，可能就是咱差不多半点钟处理一篇，因为动作要有人要准备考试的这个吼，姚你嘛来啊，所以咱可能就是将读挂了，最后可能就是有人有材料，有人会使自头甲读到尾啦。啊，大家看朋友你若有兴趣，欢迎你起来做伙来读啦吼。好，这个大回头讲到不哩遐久安尼，因为进前是3月到单嘛，所以。无小心讲一个较久的大回头，继续来读3年6日。安尼我看我是毋是读2段，然后3年嘛读2段，啊，275页迄个才有6年甲读完安尼。好，安尼咱就来读，我先读啦吼。准题嘛来啊，准题还是准题，啥物读较济咧？
真听阮三个读，分做我有分做3部分安尼。歹势，我嘛坐咧。你嘛坐？我会坐嘛，超对起，敢若进前少人。还袂转来安尼，哎呦，找看对网络借着电子册无安尼，吼。或者是迄个拄啊，我伫你若伫群组内底反正嘛，会使看到另外形式啦，吼，安心自在。我先读一段，好，来。无紧，我先坐下喝水再讲。来，气象报道，来，三弟讲，安那？好，我再去你看。好 ，OK， 安尼。来，放学了后，阿球行转去厝里，路里的湿地嘛无共款啦。电火条顶的乌手一半乌一半彩色，笑笑咧讲：阿球，甲我救！阿球，真优秀。甲阿球甩一粒目尾，哪像咧甲细刀射，叫伊爱继续拍拼。我读一段这样的3字吼。转去厝里的时，阿球惊阿母会烦恼伊的诡计是对倒位来，惊伊去互人偷着，伊就甲因阿母讲：我用家己的四箱仔钱买一粒卜仔，甲3拍葡萄，我想要请恁食，多谢恁早起甲我对马桶内底救出来。若无恁，我毋知要互水呛去倒位咧。好来，三弟你。好 pass，OK， 好。有你有看到袂？还是艾瑞卡有看到？帅伫倒哈，帅哥。册，你有迄种的无？迄个三弟有传你看到无？我无确定。哦，咱的群组叫做阿宽吼，我看，要读多一第几段开始？你读第3段。哦，我印一个哦。好来，迄个时阵阿球歹势，搁兼欢喜，伊感觉家己是。顶段迄段，迄是第4段，嘿，你目睭真紧，嘿，你读足紧诶，来继续。暗顿了后，搁读一段，顶一段嘛袂互你种诶，互你读。乖哦。好，乖，你真有心。暗顿食煞，果子就交互你传咯。暗顿了后，大家开电视看气象报道，阿球甲巴拉切做一周，摆伫盘仔顶悬，搁甲3把葡萄按适地的深浅摆甲弯。伊捧出来的时，迄个爱看新闻的阿爸，迄个那冤仇人的阿姊，迄个想拍火队长的阿母，拢无啥咧相信阿球会遐熬。无正无大声，斗空哦！大家做伙发讲，哇，弯，类似那轻的草啊色，加一字安那。空色。哦，空色是什么颜色？空色应该是深蓝色吧。哦，空色同款，足水诶！大家遮对唔对？好，感谢啊。三弟读一段。好，感谢啊。好来，准你有对着无？
还是叫恁有看到啊？我先接好。好来，叫恁先接。275页。伊读到迄个真水哦。真水哦。好，明仔载出大日头，无落雨机会，阿球雄雄喊一声，哇！伊即个较特殊。加着笑声，阿球佫大声喊一声，实在无人看会出伊是咧欢喜啥。佫大家看伊的目神，拢变甲真温柔，无像早起迄种拍花样，连倒像伫山顶开讲泡茶，心情清幽啊清幽。咁啊，规个人读完好啊，读完好啊。哇，真好真好，日头出来啊，好天啊！连雨伞啊嘛无去啊，明仔载袂乌阴天啊，逐工拢袂乌阴天啊，无咯，无咧逐工好天啦，心情有好天较重要。我逐工早起看新闻，就是惊天气多变化，惊恁去互雨压着。阿球因阿爸笑笑啊，安尼讲。好，感谢啊。所以其实文章袂讲介长啦，你也看，伊应该我无真少甲算啦，大概若是朗读稿就是700至750字，若迄个或者王秀荣老师的文章啊，伊进前伊的第一本册我咧唱歌就无一定啊，等到即个咱来读图的时阵，就讲因为迄是伊，敢若讲是大部分拢是有去投稿得奖去用入选的文章，所以教育部迄搭遐扣的文章就是字数会较第一个范围。伊敢若是讲700至1000项，我袂记一啦。所以我得拢差不多2页的量啦。有当阵可能到敢若无到第3页，要毋过伊拢会有注解，或者是拢会有迄个什问题讨论，就是讲你读这文章啊，其实嘛算不了需要和纸面上的作者对谈。就是讲你读过了，总是有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嘛。这就是你读下内底用你3捌的迄个啥语词去甲伊对谈嘛。我就讲用台语做梦，你无法度控制嘛。要毋过细细念应该会使吧？学语言敢毋是安尼？就是讲你要甲即个语言学到手，学到一个程度，你就是三着机会就摕出来用嘛。总讲家己淡仔细念嘛是 OK 啊。只是要念有物件，就是你读下内底爱有够侪物件嘛。变有够侪物件，就是透过阅读，而且听人讲嘛，新人画球啊嘛，大概是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读完这篇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只是我掠无即个阿球啥是因兜囡仔，上细迄个囡仔，敢是？又讲那中国有讲啥物？早起甲伊对马桶救出来是啊，跋到马桶内底。我来敢若无啥傻有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迄个空，请讲，你讲。我嘛咧想即个问题，我想即个阿球到底是啥物款的人物？啥人为马桶甲伊救起来呢？嘿啊。我嘛咧想即个问题，我想可能头前我无看到册，无看到文章，但是我听到咧念即段的时候，我心内嘛即个赶快有即个。来对马桶救出来呢？对啊，因王秀老师这是逐篇拢是独立的啦，就讲无参像咱伫读小说、读啥讲，你头前呐人一两届啊。故事行到对，你可能会三无涨啊！当然，迄种读念法，有迄种读念法的一个趣味甲学习。咱怎啊读王秀老师这种文章，就是我就讲嘛，这三来动作是要针对考试的。所以讲，
我毋知咱台顶台下面有偌济人有要参加教育部考试，我毋知影啦。总是反正自2003年12月开始的款吧，我就拢差不多是安尼咧 pass。教育部要考试进前去日，咱就来安尼来处理安尼。然后伊遮的拄改。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有啥物字数，也是文章内底的字数，你有感觉会使个？因为较想影一寡文章的用字啊，最近我的感觉就是，你若去找字词典，安怎讲？无一定是困难的字，有当中一寡简单的字，伊颠倒佫有一寡故事，或者是。有一寡你毋知的代志，或者我毋知的代志，迄无查过，毋知影。一查原来佫安尼生的呢。我最近读了一篇714用2度迄个，有一个字词我煞三无啥有迄个到底是安怎，我毋知影。所以可能爱佫另外去下课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人要自头到尾读一届无？俊弟你看到未？有吼，安尼，互你读一届好无？自头到尾，应该3-5分钟就读完了吧？好了后，阿球行转去厝里，所里的成绩嘛无共款啊。电好顶的乌手，一半乌一半彩色，笑笑咧讲：阿球，甲我救！阿球真优秀，我甲阿球使一个目母，哪像咧讲。说多谢，叫伊爱继续拍拼。转去厝里的时，阿球惊因阿母会烦恼伊的儿子是对倒位来的，惊伊去互人偷着。伊就甲伊阿母讲：我用家己的4手仔钱买一粒芭乐甲3拍芋头，我想要请你食，多谢你。再去甲我对马桶内底游出来。若无你，我毋知要互水冲去倒位咧。怀疑你真有心，暗顿食煞，好子就交互恁传哦。暗顿了后，大家对电视看气象报道，阿球甲芭乐。切做一揪，摆伫盘顶悬，我甲3拍芋头按实力的深浅，摆甲圆。伊捧出来的时，迄个爱看新闻的阿爸，迄个若万寿人的阿姊，迄个像拍好啤酒的阿母，拢无啥款。相信阿球会接熬，保证无大声斗砍哦。大家做好化工话圆，袂输那轻的草仔式，甲甘。这个是空式，空，这个是空。足水的，迄个时阵阿球歹势，好。兼欢喜，伊感觉家己是世间上介幸福的人。那亲像徛伫天顶七彩的金顶悬，互人挂冠军的奖牌，换七彩的彩带，正手佫比出胜利的手势。虽然伊是处理上细汉的。常甲伊惹麻烦，常互因骂，毋过细汉囡仔会当到做细项的，心最后免
分大细赞。即摆阿球真正欢喜甲，客厅跳舞射玲珑。电视内底水水的记者如何咧报气象？即摆阿球有影感觉伊诚水哦。明仔出大日头，无落雨的机会，阿球强强发一声，哇！教着笑声，阿球报大声发一声，实在无人看会出伊是咧欢喜啥。不过，大家看伊的目神，拢变甲诚温柔，无像早起迄种拍好样，颠倒像伫山顶开讲泡茶，心情清幽。哇，诚好。日头出来啊，好天啊，连雨伞仔嘛无去啊。明仔袂乌阴天啊，逐工拢袂乌阴天啊，无喏。无咧逐工好天啦，心情有好天较重要。我逐工早起看新闻，就是惊天气多变化，惊恁气候好恶着。阿球因阿爸笑啊，安尼讲。好，感谢。迄个有一字是行啦，第7个注解是行啦。伊当然即字敢若嘛3、4个读音吧。可要讲，若是人名是敢是读含嘛？我会记佮讲含巧晓，还是花名嘛？是含巧，还是我记唔着？然后拢会有，可要讲金柑迄个糖仔嘛，伊才是柑，所以伊就讲是有包含有年代，佮兼有啥物货嘛。所以即字嘛，真正可能我所理解的只有三个读音嘛哩。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行，雨伞啊，直接是雨伞啊。我就讲你读的时阵，可能就是你头壳内底思辨较悬的字数就会走出来。啊，有当中就是我其实嘛会啦，我无100%拢看迄个文章字面咧读。啊，其实安尼无讲介理想安尼啦，因为伊写和我写无一定共款啊，所以当然有当中我就讲一寡字数是咱头壳内底思辨较悬的，甲伊无共款，啊，就读对咱家己的思辨安尼啊。当然这叫做啥？input 甲 output 的协调吼。就咱即摆咧讲话是属于 output 嘛，啊，你 input 的时阵就是看是耳孔听入来，还是目睭看入来嘛。伊语言是听讲读写拢爱会晓嘛，啊，拢爱同齐去做。你无法度靠高一项、2项、3项会使无？可要讲你无咧写，像咱听、讲、读安尼，即个语言的能力，感觉到到一个极端，一个坎站，一个进步，我毋知。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人要挑战，来，准备请讲。加着。毋过伊是，我就讲伊是尾调的即个句型哦，所以加着笑声，加着笑声，加咯。对无？嘿啊，因为是尾调的句型啊。因可能用加着笑声咧，是不是？对啊。加着笑声，加着笑声，变加着笑声。加着笑声，本调是加嘛，对无？啊，加着啊，还是加着？所以加。第五条变第7条嘛。
对啊，有变第三条的啊，有变第三条的啊。对嘛，所以准题因拢是第三条的。对啊，变教着笑声，教着笑声，教着，教着笑声啊。正着音运动的是第三条是教着笑声啦，拢是安尼讲。教着笑哦，教。我大概2条3条。对。咱是第7条，变第7条。那像以阮中部腔来讲，阮就第5条变第7条嘛，所以教就变教嘛，教就笑声，嘿，是毋是啊？对。第5条变调，伊就讲，原则上伫咧生活上，你袂有独立的第5条出现，就敢若中语内底，你袂有独立的第3声的字出现。伫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无可能会讲出一字第3声的字啊。迄个第3声的字，你拢毋是变第2声，无是变几声？水，就是讲，安尼算第几声？我袂记只，反正中语的第3声含台语的第5条，等于是拢，伊讲有种啥？用平晓，是毋是用平？反正就是伊袂，伫学习上你安尼记第5条、第3条，啊，无你讲出来时阵，差不多无甲一字真正是第3条，要无甲一字是3声，无甲一字是第5条的，无。原则上，实际上你嘛真歹会直接安尼讲出来啦。台语应该有无？是毋是？第5条的字。是安那无第3，是安那华语无第3条。伊袂有写是写3声，你学嘛学3声嘛，啊，你实际上你袂有第3声出现啦。你袂有第3声出现。来，我记一个咧，喝水的水，老师甲你教。喝水。好，来，喝水的水，诗为水，三生水。来，水花的第一字，伊就毋是完整的第3声啊，伊就毋是完整的3声啊，毋是啊，伊就是水花。你若要读完整的水，你要变水花，你袂安尼读啊？你袂读水花，你一定读水花啊，对无？水瓶，你嘛袂读水瓶，你袂安尼读啊，对无？我会讲喝水啊。来，按是你喝水的水，你喝水的水是水，嘛是后壁尔，你袂水，要安尼啊？你袂安尼啊？喝水你是敢若后半段尔，水你会喝水，你安尼讲袂啊？你袂安尼讲啊？你敢若讲后半段啊？喝水，迄敢若后半段啊，只有后半段啊，完整的是水，对无？要无你讲是你敢喝水，后半段你敢若后半段尔。啊，较早你学好老师讲，那个2个3声字合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变2声嘛，那你讲嘛，对吧？水果，不，你的水果的水是不是喝水的水？所以你原则上你敢剩后半段的尔，啊，不过你拄到1声、2声、4声的时阵，你就敢前半段啊，对不？水花、水瓶、水分，对，你想读啊？你袂读水花、水瓶、水分，你袂安尼读啊？所以是因为你后壁到第3声的时阵，伊就敢若留后半段，因为是要做啥？降声调。先降落去，才升起来。水，就切做，就切开前半段、后半段。啊，看你后壁斗啥是头前斗。你若头前斗，你就敢若剩后半段尔啦。你拄仔讲喝水啦、跳水啦，啊什么潜水啦。反正你若头前有字的，你迄个水字，你就敢若剩后半段尔。重点其实拢伫咧，是伊做头一字，啊后壁斗一字的时阵。到1声、2声、4声，或者是共一组的，
水花、水瓶、水分。两个第三声就是较早学校老师讲，两个三声字的时候，第一个三声字要变二声，总统，你会读总统啊？你不然你读啊？第五条字，台语第五条字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搞唔正呢？你袂讲搞唔正呢嘛？对吧？你讲搞你走，对不？本来是搞来啊，搞唔正呢？对不？所以你这可能当然是，我所听到所知捌到啦。伊背后的原理是啥？歹势我嘛唔知影。所以当然变调时阵，台语的变调是复杂的。对我来讲，第五条如果变去第三条，我就一直敢若抓无啥会顺啊。好，唔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这边到底是啥物人？我真正唔知。伊讲上细汉的囝，还是囡仔呢？哪会个跋落？无要咱救出来，然后我就有钱，收钱去买水果，佮3%呢，3%好得，这3%不可嘛？至少100-200块以上吧。别啦无一定啦，别啦有咱俗的一粒可能10块以啊，20块啊尔。所以啥摕500块去走啊？我唔知。后壁问题讨论，迄真正拢是互囡仔伫咧讨论的啦。听伊讲，迄阵我看就是 YouTube TED 的款啥，非洲也是啥物所在，伊讲因的听敢若50啊几十，所以就讲每一个语言有因每一个语言的迄种，叫做啥文化的真差，然后因人物色彩嘛变有真差。当然目前大概迄个5个基本性嘛，就是红色、黑色、白色、黄色、青色，对，这5个基本性嘛。当然，在过去，可比讲，是西藏啊，倒位有一个什物5色旗吼，赤黑青黄白，是毋是安尼？我袂记得。当然，尾个技术就是有甲色水分离出来，还是变化是啥嘛？空色是，我学到台语文了，才去看到这字，然后才去理解到，可能老前人伊拢会去讲空色。空色我袂晓，伊可能是啥物navy blue， 还是啥物 dark blue， 深色就对啦，大概是安尼。我海军拿迄个 navy blue， 嘿 navy blue， 对 navy 迄个色水。因为阮老母伊早拢讲空色，我细汉我都知影空色。阮老母就会讲，你人伊是讲原白，你的原白呐，空色的原白。上头上下棉被，毋是啦，是外塔吧？对，所以是讲空色，所以说我真细我就知影空色。所以我尾仔才去读册了，才知影蓝色。尾仔学英语的时候就是 navy blue， 对，就是海军蓝，海军蓝迄个色水啊。所以有当阵用一寡其他的名词去形容迄个色水的时阵，我颠倒对，讲 navy blue 真正我都去掠着讲，安尼迄个 navy blue 的 blue 到底是倒一种 blue？ 所以这每一样色水迄个感度可能嘛无相款安尼。好，安尼咱先来读后一篇58篇，广告讲未来。安尼，迄个准着你先读过好无？讲要读一两段，拢在你，然后3、2甲6、0读。驾车那像家庭房贷，那无差无钱，大家的观众朋友，是公司拍到底好面，就是咧偷看红仔册，较无规矩的，离开
开始稀稀疏疏，另外讲有一寡五四三的较恶质的，可能会换海法就治疗，听起来无袂熟，这答一个，A 答一个，感性的学生囡仔头，话是管外惨，原来是目是迄种互老师看了，想要报较认真教的风采，伊亲像烧落的日头，互老师一种水落去的勇气甲拍拼的动力。虽然讲甲水共传好，然后看甲烧声，模仿写甲手麻，脚徛甲手分，原则业甲腰酸背痛，好有价值意义，来去拍拼。了解。好，感谢啊。3年完你读过啊？他2段好啊，伊总共6段嘛。对，只是会使较大声一撮啦，安尼。另外，阁有一款较担心的囡仔，看到动物生产，伊会起来发声，叫人听，爱听。虽然上早的声音就是这歌的声，阁有这路到后的这声较少，嘛会当算做是人说的风采。大爸款，大动，他将会爸爸。按两段。你读2段好啊，因为6段嘛。好，感谢啊。叫另外你读2段。要到倒位只278啊，最后一桩。嘿，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老师，不过我嘛是一个大工程师，在做一件比钱银搁较有价值的生命工程。在写家己的故事，嘛在写学生囡仔的故事，甚至是在写咱人类的故事。人生真奇妙，万事拢有创一种循环。不管是一项代志、一个人、一分钟，也是一秒钟，放入这个世界，拢有料想袂到的影响。我会当教学生啥，因要治啥，我要安怎教咧？课程的传授是上基本的，不过伫传授的过程当中，囡仔除了学着专业的知识来应付未来，伊嘛会学着老师对专业的热情甲责任感，学着老师认真的态度甲组织表达的能力，学着要安怎甲人直接、和人沟通的智慧，嘛学着情绪的控制，对人的尊重，甲追求幸福的坚持。再讲一句，要学的物件实在有够多，有形的、甲潜在的，拢真重要。好，感谢啊。
这篇有这个公告公未来，安尼，敢若袂使讲伊无符合啦，毋过，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甲未来，囡仔是未来。囡仔是未来，伊咧讲伊过去驾车的历史，就讲伊拄着讲，驾车若像徛伫大舞台嘛，囡仔爸款嘛，有人安怎有人安怎嘛，这强在毋是3工2工，就我着随拄着遮尔多嘛。我是无确定王秀老师写这篇的时阵是当时，因为伊敢若申请退休来款吧，因为伊敢若是大学一毕业就考着老师嘛，去教英语，所以迄阵考着老师是去关务校山顶买溜安尼，然后就是伊伫迄个我咧唱歌这本册有介绍伊家己嘛，就是甲伊头前等于是50年的岁月一年订一篇出来。我咧怀疑伊应该是有写日记嘛，尤其伊读册了后，当然囡仔时代毋知人的时阵，当然是伊讲是大人甲伊讲的嘛，伊才去回想的是安怎嘛。嘛有可能就是讲，伊所听到遐个，伊囡仔时代毋知的代志，伊嘛甲伊写伫日记内底嘛，所以才有才调呢。要扣的时阵，有才来扣遮侪物件嘛。我咧以为应该是安尼啦，就讲有一寡人是有写日记的习惯，大细项记录来了，认为要显、要变、要照物件嘛，无敢若靠头壳的记忆。全世界讲有几个人是从伊出世到当伊所有的大细项的代志拢记条安尼，迄嘛真辛苦。敢若最近听到一个讲是咧英国还是安怎吧，所以有当阵啊，即种伤极端的吼，好佳在阮无即种极端的能力啊。所以讲未来，就像珊妮讲的，对啦，囡仔是未来啦互囡仔学着一寡物件，可能是较实在吧。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囡仔爸款啊，就有影是安尼。阮阿姊就教着一个囡仔吼，伊我就是看领队名啦，毋过伊就请一个教舞队外口的老师啊，迄个老师是迄个同性恋，大家拢可能拢看会出来，我拢无点看。即个囡仔可能是名是，就讲，即个教练啊，哪会遐臭啦？其实人是抽香水，香讲过，伊就倒班话。来听话嘿。你讲歹势，你继续。就是第一天赢队就走去啊！其实足厉害，因为我即个教练就讲，伊就是外口的老师来做赢队甲练舞的，讲伊是真正有一个同性的朋友安怎吼，就主动去讲伊的代志。其实囡仔有诶吼，伊真正有迄种雷达，有影囡仔爸款以上。感谢珊妮甲咱分享。所以当然到即马，敢是有人针对即种或做啥？即摆有几个字母嘛吼，啥物 LGBTQR 敢个 X 哟？就讲上一开始，较早你学校可能敢若听到，我是敢若听到 LG 尾变成有 B 个有 T， 然后即几年开始出现 Q R， 全个 R 哟 ，LGBTQR 敢若 R， 然后上新的是 X， 所以这你讲到底啥物状况我毋知，毋过敢是咱会使一个较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拄着遮个人啊。当然，半开玩笑讲法是，因遐个人曾经有一个笑话嘛吼，迄个笑话可能查甫拢会适用吼。查甫咧讲伊拢拍无七啦呢，另外一个开玩笑讲，你敢会是找毋着方向啊？查某的查囡仔嘛讲我拢找无男朋友。当然，
会去讲到找无男朋友的查某可能无遐济，或者是因若透露出即个消息的时阵，凡是一边的人嘛会甲提醒，还是甲点，还是直接甲呛讲，你找毋着方向安尼吼。所以这有当时就是怎样讲？徛伫咧追求个人的幸福，应该是每一个人权利。即句话来讲，可能就是你找着方向，还是无找着方向安尼。所以对只Sunny讲迄个，有一寡人确实有迄个啥，先天上的能力，然后表现出来迄个气质，还是迄个，怎样讲？中语讲气场。咱等下讲，迄个人的势，敢袂使安尼讲势，还是缺势啊？对啊，伊就是有一个势伫遐嘛。当你若讲缺势的时阵，敢若会气味，咱是气味。伊若气味，佫敢若是一种具体的味，你知无？所以我会讲一个势，我直接甲讲一字势，因为我听到缺势，我会感觉迄是一个 posture， 会是 posture， 就是一个。就是规气讲，就是迄个形，迄个感觉啊。嘛是会使。嘛是会使，对啊，看迄个外口是伊的清茶，还是行大，还是讲话开口，就是整体来讲嘛。所以我对着第一时间我就想着“势”这字。当然对着Sunny讲的迄个字，甲教练所讲的迄拢，我感觉拢是其中一部分。不管反正，真够胆嘛是有捌一寡，因就是。至少我捌因的时阵，因就呈现出迄种对来讲的 LGBTQRX 其中一种就对啊。所以这我感觉是，至少我感觉就讲，伊是一个较开放的态度嘛。因为讲歹听，人无甲你磕着，人无甲你碍着啊。你后壁就管人讲什么头毛伤长，还是什么三个花草伤多，还是什么尾啊湿水伤多，还是什么裤骹，还是裤底搭一块你无介意的湿水，无你是。咁可有当初一寡人就是毋知什么原因，就一直去共叽嘟嘟，还是讲东讲西，我感觉这敢若无遐理想哩。我是安尼想的，我毋知啦。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来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意思啦，是讲吼，算应该嘛有答着讲迄教职的问题吼。教职是嘛是真难得啦吼，因为咱欠缺台语老师嘛吼，只好本业的老师无够，只好去找会晓讲台语、会晓教台语的一寡朋友来教。毕竟吼，迄学校是。学校的囡仔都毋是像遐乖讲，伊就要来乖啊上课吼。讲迄即摆咧炒迄种教职重点吼，对啊，节数还是节声，有人讲节数节声嘛，就看你安怎去讲嘛。讲一个4-5啦，我甲你讲，阮在遐，我教国中在遐才370分。毋过迄个警察是，伊就是我印象中就是一个是算做每一分钟偌侪钱，还是讲一节课偌侪钱？教职的是上迄节课才有迄节课的钱嘛，其他的无。若在业的，我所知是毋是讲伊一个人的薪水是包括啥物内容嘛？迄个只个薪水的。项目也是或者什物，伊一个什物，可能依照什物津贴什物伙食，还是补助，还是月级，还是啥，有足侪名目的嘛。在业我印象中我所知就讲，正式代课甲代理敢拢是领额的。即个领额就是伊的月级是偌侪钱，然后伊一个日上少爱教几节
排课的老师嘛是爱家排几节互伊，要毋过总是有当初会拄着老师会临时有代志，就爱叫人代课，还是安怎？啊，就怎叫伊去读，啊，然后叫伊读嘛，毋是白工的，就是讲有诶，敢若是毋是伫一个范围内，会搁算可能一节课偌济钱互伊，啊，算互迄个人，是正式的是代理是代课的，啊是甲伊的身份有关系，会所领着迄个钱，敢若无共款。我要讲的是，平平拢是可能即节国文课欠一个老师来代课，叫阿三仔来代课。我毋知你敢有错误无？叫阿三仔来代课爱付45，叫阿树来代课是378，啊叫迄个阿明来代课是讲42。我意思讲，是毋是因的身份无共款，因领迄个节声的计数就无共款？啊，即马准日老师所讲，迄个378块，敢若是顶一届迄个做啥物调整过嘛？我印象中，过去即3年5年啊，几年敢若等于是调整过算3届哟。就讲，我所理解是，伊敢若是高中以下迄个节声，我就讲嘛，算做每一分钟偌侪钱，即个数字。高中以下的，我知敢若是对6.4块变8.3块，然后即马敢若是10.1块。啊，伊是算分钟嘛，所以小学40分钟就是40分钟去算迄个，可能10.1块，是毋是10.1块？40分钟10块，佮变41还是42？10块就32。然后国中45分钟就是45分钟，迄个10.1块。啊，高中50分钟就10.1块去算。啊，真正是敢6块几、8块几，甲整啊10.1块嘛。啊，听讲最近迄条新闻出来，是因为有个人，伊真正靠即条钱咧食穿诶，因为即条钱伊无照时间来，伊就爱调顶啊。啊，伊即个是敢若旧年12月去调整诶嘛。啊，旧年12月迄个我袂记得一条法律去讲诶，就讲伊就是对应去即项年度，也就是旧年9月开始算。啊，毋过一直到呾就讲有个人伊，抑阁是领迄种旧诶迄个叫做金额，啊，迄个差额拢还袂领着。啊，差额算起来就是可能一节课差，可能讲90块啊，几十块袂记啥。啊，问题是伊一个日可能若教20节课，啊90块就等于是要到2000块。啊，2000块有当我来甲讲，有一寡人伊是真正靠即条钱咧食穿诶。迄2000块等于是反射伊规个日还是半个日的伙食费啊。伊无即条，伊可能怎？迄个啥，腹肚爱下开，类似安尼啊。所以这变成讲，迄个啥，过2年前，我就想一句话，当然迄阵是敢若有在用中意去想嘛，吼，热情呐、啊，也是需要钞票当燃料啦。因为有一寡人毋知啥物原因，就竟然讲，啊，你有热情啊，你有热情啊，靠你的热情支持下去啊。塞他妈嘞！看恁爸嘛爱食爱穿爱啉嘛，甚至有人有家庭规个爱依饲的，一个月偌济个拍会开的，迄是讲啊，可能进前有中一术啦，可能佫会使动一下。啊，你袂使去叫我吃老本啊。啊，毋过有个人毋知啥物原因，就是一直用即种去讲。你要讲伊共糟蹋，敢若无一定有迄个意思。啊，毋过就是我要讲的是，每一个专业拢有一个对应的价值，甚至讲一个实在，伊就是有对应一个价效嘛。啊，你敢要？你应该提出来即个价效来应付即个专业吧。啊，毋过目前为止，就是敢若无遐尼侪人有去重视嘛。一直到即2礼拜，因阮自当时啊，因为这2年啊，我就听有人伫讲即个状况，就是迄有个学校啊是啥，毋知啥物原因，伊就是拢会钱呐。啊，当然可能是牵涉着讲，啊无啊，因为教资伊所教的就是有课伊才来上课啊，所以伊算无啊好算啊，甚至要去发迄条钱的时阵，
反正想要搁去看讲伊到底有签名无？迄工伊到底有来上课无？还是安怎无？啊，伊变成讲有一寡爱确认的动作，伊爱去做啊。伊迄个行程的天数会变拖足长的，有可能是安尼生啊。所以当然对在业正式代理代课，看到讲啊，阮嘛才一节课才370杯，因就讲领到450偌济啊，安尼是毋是比阮较悬？对啦，就即个数字是较悬啊。问题我所看到就是教职就敢若领迄节课的，或者啥钟点费吼。啊，其他有另外收入吧，我毋知是一个状况，或者是准定也是像有知较详细，会使方便出来分享安尼。我个人讲的吼，伊若是代理算会记的，会记的就是反正你就一个月看偌济，吼。啊，你若讲，比如讲我即节我若在遐，我即节课。可能我看病还是安怎，啊，就是伊就是请人，就是300，我中午是370杯，国小200几块，高中400几块，无讲伊啥物成分，你读博士嘛是安尼。就是2啊几、3啊几、4啊几安尼就对。嘿，4啊几 ，OK。4啊几，迄制度就是安尼。伊个设计就安尼。就是安尼啊，所以即项个就是讲。你拢爱看病啊！你看病若无人甲你代课，第一个你进度咯变慢嘛，就赶袂着安尼，你着后壁较麻烦。对啊，就麻烦啊！啊，搁你若要请别人甲你代课，你就是钱爱互人嘛。除非你是讲，你公家派你钱，啊公家出钱，啊迄爱有公平啊。对啊。过来就是咱就是讲吼，到底是啊个。代课嘛是共款哦，但是代课是上课钱，啊，迄节阮国中就是370杯，你上10节就370杯，10杯安尼。10节的钱安尼，嘿，无较低，无对啊。是啊，代课，嘿啊，代课甲教职相款啊，所以代课是378，安尼等于是偌济？8块几吼。8块，我已经啊8块4，45分嘛。所以讲教职，我毋是讲咱讲看袂起啊，讲安怎是讲吼，教职无法度，因为我知影你头讲的，我嘛是同意讲，有人是靠这份薪水咧食钱的，啊无法度啊，伊个课就是安尼，伊个课安，咱讲换一个角度来看，你咧社会。譬如讲，你做一个公司，你聘雇的就是偌侪钱是安尼嘛？你一个给你的合约签1年，啊钱到，迄个公司会当讲我不爱甲你签，我合约敢若1年尔。对啊，聘雇的契约就是1年拍安尼啊。对啊，啊1年就是阮1年到，啊迄拢无接煞啊，1年到决定签啊，所以。你的薪水袂阁差起哇？对啊，所以讲45来讲，在这个行业已经算悬啦，迄是第一个吼。但是因为咱就是本土语欠人嘛，所以政府开个支票安尼，所以一定落爱，伊个支票落爱兑现嘛吼。所以无兑现，这是问题。我头讲的，这是行政的问题，啊，讲歹听，可能有人食钱。价钱应该是袂啦，只是。哦 ，OK， 好，这我大概我。45你就45爱补人啊。是啊。我即摆若加，我本来比如讲我本来370杯，结果你互我400块，靠甲你吐咧。我着爱赔出来安尼啊。对啊，一定甲你吐较够诶，啊无迄个成本诶，你就是爱。爱读啊，无啊，即种公家的钱理论上就是有少无诶，无可能加出来，无可能加互你诶啊。啊，若无小心加互你，就要甲你对转来啊。哪会使？你哪会使领毋是你该领诶钱安尼啊？伊也是对啊，当然1块就是1块2嘛，足清楚诶啊，毋是嘛袂是爱清楚，主要是爱清楚啊。对啊，所以讲迄45无领较足诶，迄就是行政问题
迄落，会当去甲讨的啦吼。啊，你讲我要讲上啊要认真就是讲吼，莫甲本土语讲本土语专业啥物，我当然嘛承认你是专业，啊无法度你即个行业就是安尼45，就是45。就有才调，你就变考较在野，你的薪水就是在野的。啊，若无是安尼，我无法度，即个制度是安尼。我讲我咧代理的时阵啊，我嘛有教书钱啊，我敢若代理，我敢若薪水去用拍8折啊。有影拍8折？靠腰咧，我咧外口咧上班做工程师的时阵，无迄个8折的啦。哦。头我拄则去是迄个啥物？试用试用期哦，是安那？3个月，试用的啦，1个月3个月，薪水有较低，但是伊佫会补的。啊，有另外有公司是无你偌济就是偌济，无咧讲拍折的啦。啊，即个制度就是安尼，我要甲上好，我家己要离去，我无法度啊。是啊，较受影，客户就是欢喜甘愿的啦。对啊，所以讲你45。讲你专业是啥物？都毋是即个问题，你制度就是安尼。是讲你歧视你的语，也是讲啥物本土语的专业，即制度伊的课文就是安尼。是啊。即45比阮在遐真是着较高。啊，毋过我著讲，迄个物件就是，当然，无同的科目，目前听起来看待，就是对老师来讲，就是共一个介绍，你讲的378。啊，本土语言即个部分，应该就是包括客语言、自明语嘛，对无？即等于是徛即3种语言的迄个重点费就比起来较悬，45，伊就等于10块1吧，是毋10块1？反正就是450到5，我袂记得。啊，可能你若45以45分钟就10块啊。迄个。国小40分钟，42是10块半，对无？40分钟就10块半嘛。因为迄对头前迄个数字8块几去，敢若加1成加偌济，我袂记起啦。还是加15%，我袂记起。反正之前迄6块几的，啊变8块几的，啊变种我会记得是10块的。啊，但后壁迄个数字我袂记偌济啊，所以反正。有可能就是变成讲，明明拢是迄段时间45分钟，还是小学40分钟，还是高中50分钟，明明时间相款的，抑毋过教的无共科目，煞有无共的介绍。啊，这你讲合理无合理，还是啥？这当然就是迄条合理的线你画伫倒啦。啊，这大概也无法度3两句话，咱3两个人。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啊，然后就解决了。这也无遐尼简单啦。啊，总是看迄个目的是啥吧？可能是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反正我著讲，主要是用台语来讲这代志嘛。啊，纯粹要讲，可能就是另外时间，可能有别所在、别时段摕新闻出来分享，还是啥？啊，对我来讲，就是特别时间毋是9点至10点，来遮用台语读遮个文章，然后有一寡想法，可能我毋知，还是你知，还是啥，就是大家摕出来分享交流安尼。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请讲。若去到即个体制内吼，你若毋是在遐，就是较细汉。我讲我歹听诶，较细汉。对啊。对啊。急速对啊。这社会就是安尼，社会就是安尼啊。第一个讲你诶薪水，即马政府保障你45，啊，就45，你有上10节就是10节就4500安尼啊，10节就4500安尼啊。啊，若无上就是无，啊，就是安尼啊。啊，你讲有3节你拢无啊，吼。啊，过来就是讲吼，你上个你讲你专业，啊，囡仔都袂考试，袂甲你。袂咱重视啊，对啊。老师嘛是大细目啊，啊就袂考试，啊你是即马本土语比较即个课啊，哦，
所以现实就是安尼啦，就是较一寡人会甲你看袂起啦。我是袂，但是讲你若要去甲人见讲我是气氛上就是有即个情形就对啦，免好笑啦，就是气氛上就是安尼啦。所以我要结论就是讲吼，你若要踏入来即个课啊吼，小想一下。有人是安尼啦吼，你讲你入来吼按算讲半工一工吼，个有另外拍算，讲小休困，吼，你若要甲摕咧，甲要做职业的吼，有啥？你甲迄个校袂对搭。超袂好势。有啊，你本来12年，甲你讲，我袂你8节尔，你嘛无法度。对啊。你讲你有签约啊？无签约拢。就是契约顶原写啥，原则上就是会差太济啊。你讲，可不，伊甲你讲啊，我拍算一个日甲你，一礼拜甲你排10节课，可不讲安尼。啊减，无可能减啊5节啦，契约就安尼写嘛。啊，你讲要加，无可能个啊。伊契约甲你讲10节互你尔，就是即种个。大部分拢无签约咯。大部分拢无签约哦，真诶哦。签约拢是讲个尔。应该嘛是会有一个，除非我代课嘛无啊，代课无啊，代课代理拢无签约，是哦。无签约啊，敢有代理有聘书啦。嘿，代理是有聘书。嘿。代课我会记敢若是，甲你讲，我即摆即学期欠2节，你要来无？嘿，应该会有一个听书吧，因为。迄毋是私人公司啊！啊，你毋是私人公司，你可能你爱找一寡行政的流程，啥有诶无诶啊？所以，也是看所在。我也知影有一寡反正就是较像影啦，伊就是有级数啦。第一级就是正式的啦，啊，第二级可能就是代理嘛。就伊有一个老师，伊去生囡仔去创啥，啊，就一个课伫啊，你就。对无？你就只要一个人来读即个课，所以就代理嘛。啊，个就代课就讲，就是遮尔济老师来教遮个课嘛。即摆就是欠一个老师来教即门课，啊，佫开袂出来正式，开袂出来代理的课，我就只要找代课的课嘛。啊，这代课，我就讲我所知是正式代理代课拢是算月啊。啊，当然，伊安怎去找着阿三啊，找着阿明啊来教？有可能我也知讲，有诶是讲校长去找人来，也是迄个主任去找人来。啊，安怎找？可能就是各凭本事嘛。啊，上尾就是种教资嘛。目前可能就敢若本土语有教资嘛，其他诶科目有教资无？我毋知影。你讲音乐老师、音乐科叫一个音乐科诶教资老师来教音乐，敢有？还是有一个国文科诶教学资源老师来教国文？目前听起来看起来，敢若本土语言是教师资源老师嘛，还是教师资源人员嘛？剩咧无其他的科目是教学资源的嘛？你讲什么？迄个听讲学校，可能较早你学什么工艺对无？音乐、美术，什么童军，较早你学就是这科目拢是袂考试，啊，一礼拜拢1节课，啊嘛是属于。应该爱有诶，啊，教这个老师，伊敢是用代理代课，还是教学资源、教师资源去教遐？我拄仔讲迄个，毋是会考试诶科目诶，甚至我听到啊，有一门课做表演艺术哦，我有即种课哦，这是啥物课？较早咧学，我就感觉基本诶音乐课无咧上音乐。工艺课无咧上伊工艺啊，啥物童军无咧上童军，就是课表顶有写遮科目名称，抑毋过实际上大部分拢无咧照课表上课诶。啊，即摆了诶，那会遮尔济，迄个啥物诶花样吼，还是我毋知影。啊，所以我要讲诶是，目前听来看，就敢若本土语言用即个号做啥物？教师资源的名义去
去教嘛，对无？敢若是安尼，是吧？这对我来讲伤复杂啊。可能安尼讲啦，吼，这就是叫做专栏。哦。专栏就是讲专栏有期限嘛，嘿，有期限的。讲我3年5年嘛，因为时间到，伊要叫专栏，一定有专栏就有机会嘛。对。意思嘛。对。若时间到，伊若无啊，就取收起来，对。你就走咯啊。就吊顶啊，就是使用咱哪年尔。所以因遮咧讲啥物117年开始，就是无教职人员即种风声啦，是有用即种风声咧讲。啊，当然，安珠老师伫群组内底嘛有讲着啥物意思，敢若讲无遐快啦，因为目前就是高中以下3500间学校嘛，即3500间学校，可能还有100间学校还未教本土语言的，尤其是台语啦。当然，啥物原住民语嘛有诶，嘛有欠。就是讲，即3500间学校，高中以下学校，还有100间学校还未甲老师补满。就讲，伊有一寡课，吼，可比讲我袂讲，即间学校内底就是一礼拜阁有欠5节课，无老师来教。啊，无老师来教，可讲对因学校来讲，要安怎教教育局还是啥物交代？可能写一个啥物专案啊，写一个啥物公文，还是写一个啥物碗糕，讲啊，阮即马欠的即5节课，无老师，阮学校会用啥物方式来处理？吼，讲或者袂去影响到或者囡仔的受教权。吼，啊，方法是一个方法，甲伊报记的方法无一定共款。吼，甚至我捌听过讲啥物尤其教台语就讲，你只要大学毕业，听我来教啊。听你敢若会晓讲台语，就叫你来教。啊，当然迄敢若是属于较偏远的学校，是话是安怎？我就是总是无法度真正啥物强拄强的讲，一定要找着正式老师，无我就是无啊。你要找的就是无啊。好，我们来准备个啥物要甲大家分享交流。师资培训的时阵，啊，就无培训遐侪老师，所以市场就要搁开，搁要上课啊，市场无遐侪老师嘛，啊，所以即摆用专栏，变讲教学资源嘛，吼，啊，资源就是其他讲方向嘛，是讲一旦正式的师资不够，你免过专栏啊。是啊。你就无头路，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有啊，但是有人是讲我先教资嘛吼，啊你资源啊再过来听正式，但是嘛是落长哦。我甲你讲较歹听的，阮像阮即种在业，阮有一寡当冲的，拢考7年，有的考7年8年才考掉了。是啊。对啊，啊嘛有人规世人考袂掉的哦。对哦，这条路就是安尼，无法度。所以就是爱家己爱拍算就好安尼。好，反正这问题也毋是3工2工的，啊嘛无一定法度遐尼好解决啦。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咱就是按今仔开始就是读王训老师这本，咱来读读。后壁可能就是差不多，伊到80篇嘛，我会记是80篇嘛。啊，所以原则上一届若无其他迄种的，就是差不多2篇。啊，所以后壁佫20几篇才有十一届，然后就是读迄个你会使找着网络顶悬教育部遐就是114年度的社会组的朗读稿嘛，伊敢若是28篇嘛，所以28篇，若准讲共款。我就讲差不多半点钟处理一篇，读一篇，安尼28篇就是差不多14天读会完嘛。14天11天，啊一礼拜读6天，可能差不多4礼拜嘛。4礼拜，大概了就是嘛，差不多读7个外吧。啊，读完这2个部分，才看要读啥吧，或者是就晓甲因考试煞是安怎，大概是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最近开始读即个，咱来读读。当然，我就讲3月开始读啦吼，今仔是按读2,500章安尼篇啦。啊，有机会才做伙读念，反正就是做一寡分享交流安尼。
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读王旭荣老师的这本，咱来读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台下朋友听我哋顶管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这，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感谢艾丽卡分享讯息的哈。